血球细胞是10的4次方纳米，那你一张纳米元件差不多10个纳米，该动态动多出几个纳米听，跟胎生查案头，那纳米元件就会穿过细胞壁、细胞膜，最后到细胞底端。所以你这样做讲，你看做追踪啊、诊断啊、做记号啊、治疗啊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维基百科。那喺罗梦凡今天的主题，我来讨论纳米电子学、纳米生物科技。谈有当然无要紧，你底下有3位后生的，听听你来了解纳米科技的主题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先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家基。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丽凡。先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冠。3位后生的，问一个问题，你点解很多台积电的7纳米制程嘛？有咩意思？技术越来越好。懂抽象，但技术好，那就会好。做到7多7。越做越深。嘛该东西做些纳米、半导体、纳米晶片。晶片去做些，晶片冇做些唔系晶片哦。半导体。半导体啊，半导体嘛唔错啊，半导体淡薄嘅嘛该东西要做一些。第二组你底下来回答问题，第二个图讲摩尔定律，冇听过哈？有学过高中嘅摩尔你翻译冇共用嘅。冇共用嘅人，第二摩尔嘅係 Intel 呢個公司，當年創立這個公司的創辦人之一，佢就會做電晶體、基體電路的啦。佢開始遇到經驗定義，佢發現每隔2年呢，一隻基體電路晶片當波的電晶體的數目會變2倍咁多。還有一種意思係講，共用胎生的電晶體功能會2倍強大，共用的功能重量會減輕1倍，會變細。你看這張圖啊，這張圖橫軸係年份從1970到2015，縱軸就會按用電晶體的數目。你看到你下做到哪裡？你下做2015年，一隻晶片當波有100億個電晶體。你像同電一樣啊，按用晶片當波的電晶體比全世界人類人口還要多。係啊，當然功能非常強大，所以你下個手機上會按有用，按多功能第二，會不會就會出現一個問題？那你看一下這張圖，你納米電子學發展有3個程序，一個程序係講很多 button up， 一個係 up and down，up and down 就會拿抬東西越做越細，越做越細。你下台積電出做了這種東西啊，越做越細。第二一個問題，做某人問摩爾定律有會失效嗎？係啊。摩爾定律多啲下係會錯嘅，不過未來10年，至少張忠謀有講過，未來10年可能會失效，因為亞利亞線寬做到3納米，該懂些你原來有的個物理定律，還會錯冇人知。不是劍係永遠都係對嘅。冇重要，唔可以永遠都對。技術提升提升可唔講以前的理論可能就會做唔得用誒。你前面講嘅納米世界有納米世界加物理定律，那巨觀冇重要。第二台積電用嘅個含係巨觀的物理定義，就加材料係微米等級，不過你要做到3納米，可能還會再個做下去。不過呢，物理定律會失效，電晶體的功能就冇辦法發揮。等下你會看到，個圖形會解釋。還有一種方法，假如佢失效的話，用個啥？係啊，就做唔得用嘅。做唔得用啊！你就會有心理準備，會發展新的納米電子學。你按照 button up，按某一種態越做越細，出隻做細，出隻做細，第二就會含有一張納米電子學。冇共用的思維，你看該，你要做納米電子學，我有3種基本元素啦。你要做電晶體，你要做電路，然後會架設電路，第3種東西呢，冇按件難做，你哋看一下這張圖，你有一個電晶體，你看張數片呢，當背這個係
底下提个用的电晶体，哦，你看到个电晶体中间那个呢，你就会有一只电压提个，本一只电压，然后天流就会流过去。底下个种电晶体呢，做会动势，势都无人保证你啊电压用下去个通路会通无。哦，有可能会失效，嘿，会失效。底下就会讲，张忠谋台积电底下的方法，继续爱用做下去，除非那种问题出现。哦，还有一种下尾嗰种图咧，底下提个发展中的新的电晶体，佢用分子来做电晶体，你用 button up 的方法来做。好，你看那图咧，你发展一种特殊的分子，那分子懂细啊，那分子胎质差不多1-2个纳米。哦，不过呢，其特性，你刚刚讲那个开关动枪，你可以接到电极当杯啊，然后用电极亮片，电极就不会电压，这电压会抬到某一个特定的值，你就看到个分子会有特殊的形变，然后个导电的通路就出现。没错。再过它有某一个关系来，所以其性质那开关动枪嘛，厉害电晶体动枪，你就用小电压去控制它。哦，这叫做开关啊！就举一个例子讲，其实你还你做用，莫用旧的方法，用新的方法。用人的电压动作开关。对，做开关哈，然后用分子做电晶体哈。你有上有名很多分子电子学啦，所以那种概念呐。哦，是咱好像了解，还是像你就个半导体迄用乜个材料啊，做啲制造你咧本来就同款就像爱用你的。大部分你哋用人家看到个材料，全部都会用你讲的细料这种半导体为主做的电晶体，所以你刚转换做分子，该全部冇用的。还有一种东西嘛，做电晶体，所以你前面讲的纳米碳管。哦，纳米碳管。很记得哈。哦有。超好用诶，有各种诶。当作用途的纳米碳管哈。你哋下发现有人做过实验啊，但纳米碳管不是切切啦，不是一条切切，伊就做合成有点咩转盘的。哦。迄弯弯的，那纳米碳管要做，那完退以后给导电性质会发生改变。哦，你想安尼，迄纳米碳管做可以做天线无？嘿，要同好的问题，佢做天线啊，把拿佢用做出来，佢就会像天线嘅导电性质就会较好。你做晚的时间就像电晶体，然后电压会太过某一个特定的值，你才有天流爱用流过去。哦，所以佢做天线啊。哦，你看该图出纳米碳管做导线的图，还一只懂神奇的，差唔多的，有人用乜该做天线？那巫师跟以前的 Q 方法啦，你俩新方法，一定要懂 C， 条件做一个懂 C， 越 C 好，然后又要做同天，本来出油的东西，咁咪天线，你看细胞底会出油啊？细胞就会有很多 DNA， 哦，做天线，用完做，所以 DNA 做天线哈，做有人做，你看该土地出那 DNA 那纳米碳管连起来，然后做天线，你就发现它有通路哦，做导电哦。哦，你经常想问你吼，你做诶天线，跳白的天线，有嘛爱插片无？有较好无？做诶天线呢？当然导电可能无金属导线按好，差一点点。不过佢当吃眼就当细，唔是讲10颗，讲台积电佢咧做微影数10颗，越切越细，越切越细咪。做天线，佢唔係，佢本來就按细，啊，真係要提煉，唔是切，我就提煉 DNA 出來就做的，好。用完提煉嘅 DNA 血含啲乜嘅細胞啊？因為抽象誒。當然佢要提人類細胞提煉 DNA 啊。因为提老鼠啊，植物里慢慢有 DNA， 先用一团来做看呢。因为无共样的物种的 DNA 啊，加结构无共样，导电性嘛真佢无共样，要有差别。不过无人伫那只最好啦，底下还伫个实验的阶段啦，哈。你啊种个做很多 button up 的方法，你还有一种方法啦，你用纳米粒子接起来嘛做会做。纳米电线，看下啦图了，迄一粒要做纳米粒子直径只准的2到3纳米，一接起来嘛迄只天线，天线有人做纳米天线啊，
天线，就像你台天线如果做纳米尺度，其含迄做会发讯号哦，共用哦。就可能就较细。较细同细纳米尺度的，不过其形状做会同像安尼的天线，其做含迄做会发讯号。嘿，很多纳米天线，你阿妈有人做啊？你看那个图，很多纳米生物科技，最关键的问题，吼，听起来像神话，吼，最关键的问题，迄纳米元件懂细，然后给做叫做细胞底部，好，跟细胞可以在翻译白血球细胞，好是10的4次方纳米，好，大概就是10个微米啊，好，那你一张纳米元件差不多10个纳米。该动态动多就几个纳米听，跟太细差很多。那纳米元件就会穿过细胞壁、细胞膜，最后细胞底部。所以你这样做讲，你看做追踪啊、诊断啊、做记号啊、治疗啊，基本的方法跟观念就会按用啦。就说是迄名会动，还名唔动，还是一张实体的动。底下你就会讲，应用的张，系应用的张。给纳米元件迄嘛该东西，伊当然名唔多，你就按细人用的名。对，名就像你家神奇就要标在那里。就像迄哆啦 A 梦嘅缩小灯有冇？缩小然后穿进你那错啊！出迄按用做啦，不过实际上按用的做呢，也有细节的防范。你也除了运用纳米电子学啊，从某你会传讯号啊、翕相啊，全部电子控制的，那做到暗时，当做 lucky， 好，然后底部又做释放药物，会懂先进啊。跟纳米跟技术都得融到医疗当中，融到要把它程度。好，呀好问题。该台湾你讲做追踪诊断，吼，做记号治疗，你就拿癌细胞来做一个范例。癌细胞出来你也最大的问题啊。你刚才前面讲，可以做记号没？好，应用的区分正常的细胞。上到你像。以前有人讲做化学治疗是以好的化全部磁气体，然后迄讲纳米来做一个记号，而且好的，迄唔係就做得好的有冇？留下來發現。出迄兩種觀念，好，你看下個圖，你看這個做素片咧，哦，該有正常的細胞，那不正常的細胞，它中間的迄癌細胞，該黃色的迄癌細胞前期的細胞，好。最外圍嘅嗰種係正常嘅細胞，吼，嗰種細胞咧，它搞出啲啊，嗰種細胞嘅 DNA 啊，其實有一團係有問題嘅，無症狀嘅，吼，你針對嗰無症狀嘅 DNA 序列啊，你就做發展，吼一種特別嘅生物分子，吼，即係個細胞底部佢會接到嗰啲，甲你無兩團病變嘅 DNA 吧。你種分子走落去啊，唔會接上去，接唔上去。你用嚟做呢？你所以講，好，你有兩隻分子，拿兩隻分子接一張納米元件，好，咁用啲納米元件做發光啊。比方講，你走光佢就會發光。你前面咪講當到納米粒子，你走光佢就會當到色，係主要用嘅觀念，接上去，掉到個細胞底部去，全部掉下去，你就看到個正常嘅細胞唔會俾佢做記號。其他納米元件落去某地方接就會走出來，也呈現陽極反應，也有問題的陽性反應。嘿，該有問題嘅叫做接上去你照光了嘛，就會熒光咩，你就看到個細胞有問題。哦，就會做記號啦。哦，做嚟去假治療。嘿，你做嚟記號以後，你就會想辦法說哦，剛才做化療嘅時間，用嚟就唔會刺到了正常嘅細胞。哦，你下做一張圖，你看有張數片嘅淡薄嘅係個一般的化療嘛，哦，強色、紅色的正常、唔正常的細胞全部細強。對啊。哦，下部嘅個你就會用納米生物科技，先做記號，然後呢，你該用嘅納米元件後部來就
带动药物好不好来，除会侵到该做记号的细胞。了，迄就实验成功，迄很难想象。俩实验成功啊！俩出来你谈过标靶治疗，有谈过吗？可是用按你个治疗方式啊，癌症就做得康复诶。嘿，其实无副作用，该你出拿癌细胞磁铁，按用出好诶，正常的细胞好按用出无副作用。俩清强诶。化疗就会副作用的。那跳难无啊，心不动啊。你正常的身体有时候，你讲负荷不了，除非全部细胞全部被吃到，哎呦。因为抵抗力又变到同小，你又变到哎呦。你还一直含有动神器个药物传送器啊，那介绍一下哈。个药物传送器按样讲，啲纳米前面那纳米元件会不会带一张？药物传送器，你要用金镁做的，好金纳米壳，因为唔系所有金属出来，你都喺你身体底部有得有毒啦。你讲重金属中毒做安样，有得做唔得都喺你身体底部，金镁做会得。呀，金镁其实伫金镁做一只泡泡的壳，好，像你胶囊用的，唔过金镁做的，然后给有毒物质你都不用底部，你用来吃癌细胞咩，不用落去第二呢，我最后身体里部会接到癌细胞。哦，而種嘅技術講自己可以前嘅癌細胞。嘿，我前癌細胞，甲癌細胞人做記號嘅啊。好，甲前面嗰團分子，我去接癌細胞底部嘅含有團分子接起來，就伫底部。好，你還蠻結束哦。接落去以後用嘅藥嘅會做出來。係啊，你用蠻大。好，懂神奇哦。然後你就伫身體外面照紅外線。好，你紅外線就會穿透你的身體啊，所以照到底部。你看纳米晶壳啊，会吸收了红外线，一吸收起就会扭曲、会膨胀。热胀冷缩有谈过吗？因为打开。因为一扭曲，药嘅就会走出来，其实会裂开，药嘅就会走出来。嗰個嘅因為係順得下，因為周聽講。我再講，即係紅外線啊，你講紅外線，佢會刺眼的裂開，你按用個較多方法做控制嘛。你理想中的，你看啲圖，理想中的其實係最後係有納米機器人啊，細扎嘅。你看你家技術分段進行嘅哈，做記號，然後有投定藥物嘅啊落去，最後係做一隻納米機器人細細嘅，佢做走到細胞底部嘅，含做翕相，然後把訊號傳出來。啊，你家手機唔係都得細胞咁多翕嘅都傳，傳出來，然後你就看底部那條有問題，然後你就會提mobile用訊號控制納米機器人個不用藥嘅，不用，然後就開始工作嘅。科幻片。係啊，所以咧細根動是做呢嘢身體底部。你就唔是侵入性治療嘅呀？你看你出會運用納米電子學啊，從冇你可以傳訊號啊，翕相咧全部電子控制嘅，你做到暗示，當做落去。好，然後底部又做釋放藥物，會懂先進啊。點解？你時常想問題吼，一種藥嘅啊，都有買迄後遺症啊，係有買副作用嘅，對人身體來講。啲副作用啲較做避免啦，啲副作用係講，你有時使用一下納米金屬，但係納米金屬可能對身體有害，咁你做控制，比如說你注用金嘛。你有的喝咖啡含淡薄有金箔，錯嘛？叫做金箔對身體無害。像講解，主要唔係講解納米會金不同尺寸會有不同的照光，大概物理性質會冇相同。你講用到身體底部以後也係，外人做的喝金箔，其尺寸它細會唔會？又唔係好問題，有的金屬有問題哦。你哋啲金冇問題，如果有的金屬變色會變到凍脫哦，因為變色以後化學反應能力變到凍厚。因講生理迄底部有化學效應，係底腦部嘅時間。佢塞到身體底部，好，佢會拿身體嘅細胞，好底部有的地方，好有化學反應，會影響到你嘅細胞。所以有陣時太時間冇問題，做細時間出會有問題那樣子。有陣時你有段時間動有名很多量子點，有冇？量子點就會動到一樣小嘅金屬顆粒或材料顆粒，佢會冇共用嘅 set， 你照光有冇共用嘅 set，
哦，你用无穷样色去标的无穷样的细胞，哦，你还一种亮时点最用的一种方法安尼。你像像蛮讲，迄标靶药物啊，然后迄没有给付嘛，迄因为佮贵，迄因为伊用个材料，也迄因为伊用个迄金诶。唔免用个金诶，迄个只技术，叫做东西唔好做，无按简单大量制造啦。哦，不是我总得含感冒含蛮总唔得用。所以含健保含总唔得用。改变你做当简单的大量制造的话吼。除非当便宜，你看按说金的嘛，唔是多钱啊。不过你做按用的东西无简单的哈，所以就较贵啦。其实我想请问哦，该有条工厂啊，其实会制造该奈米啊，啊，其实会从该空气污染，从该飘落来条个身体侵入来条个身体里边。哦，有可能哦，那可能会动严重的问题哦。改变你哋制造的动成功吼，效用动好，就有工厂开始会做两奈米粒子，所以你有的研究就开始做基本用的侵入人体吼。其他做暗说，你比方讲，你的空气污染 PM2.5。改变你看的奈米粒子含了太浓度，改你就会呼吸吸进去的。改变你空气中有浓度细奈米粒子，就会接到像 PM2.5安样的东西当杯，你就吸到身体里杯，去走入肺里杯，就当下就侵入你全部的身体。分子它要太一点的，不过呢，它无比 PM2.5那种东西分层啊细浓度，所以它当简单就侵入你的细胞，而且一开始唔会低。累积久的，你就重金属中毒，所以你享受好处的时间，慢慢注意看有冇咁问题，哦，所以你奈米微粒要小心的地方哦，小心地方。防范做来避免嘛。抓出来你工厂制造的时间啦，应用的看机唔会逼出去啊，你使用的时间啦，唔会很容易的跑出你控制范围啊。哦，实际上，像迄点吼。就像嘛，侬讲的，侬迄个吸入奈米，就迄个身体里边，假使咱们基本用买奈米牙膏啊、奈米洗面乳啊，那生命向的，假使伊要排出去那杯嘛，我有买影响哦。比方讲，你讲的洗面乳，柔珠啊，哈，柔珠，专门的用的。嘿，柔珠的它太掉啊，伊迄微米尺度的，佢走到你河川啊、海洋啊嘛，中央有污染，不过佢侵入性无按高啦。好，甲你那奈米粒子的叫做进入生态系底部的细胞，好，底部，甲微珠量唔会进入细胞，不过我本鱼类啊、珊瑚嘛，该生落去啦，像重金属累积到一个程度，它就会生病，然后就会死掉。不错，先生，种基本的奈米科技可能，人哋啲东西啊，迄唔係做越細越好。冇一定越細越好，有時候有種是太細。哦，有一些危害会出现，你要控制该太细，哦，做嚟用就好。你在做东西有上是该成本嘛当高啦，所以你要控制到你适合你用的太细，所以你讲出度好太细，说嘛没越细越好啦。你今日讨论动到的奈米电子学，那奈米生物科技吼，来希望大家有点的认识吼。下摆读到奈米科技了，4到4唔会动强，好，今日的讨论就到了为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